请砚》这支开篇受到了很多名家的青睐，原因无非是钟情于西厢的细腻。作为周云瑞先生的崇拜者，徐慧欣也很关心这个开篇。今天听来，他既慕学于周云瑞，同时吐字行腔中还有他自己对西厢的理解。雨打梨花，深闭门，一你一心落花深。小红娘提起到西厢去，东郭一开为呀亲，得情里与恩与义的心中刻，未必了那浮是浮非的廊下身。恭敬不是宋明哈，清晰神气模样飞退尘。张君人分到清水的将军令西座上身，今日红旗向离别言，相日一杯一月小金盏，空秋乘风十月平，一对对风小后相背，一行行一丝雨露声，问问今夏把好生。拿下老夫人施下了离奇计，左领当上把兄妹称，美酒一杯否内他日蒙受了胸中与八位兵，想杀飞我一封书信的不归去，早把阴阴昔日人，今日里你们何家非必人年，他是病病到西厢内，水鬼凛凛，贵宾请婴儿小红娘，两米输掉定。
选取方庆见良，方太太之悲是有望之悲，故而悲中有喜，因喜而备受听众的喜爱；而婆媳相会，方太太之悲是无望之悲，故而悲中见绝，因绝而难得听众的掌声。徐慧欣知道这个道理，她是这样说的：演员需要掌声，但首先要寻找到作品的内涵。如果你还能表现出这种内涵，掌声的多少你最终不会去计较。呀，我的为生儿郎，他是眼睛双须来复双须，双宿须眉两泪淋。我是老儿不思早的配，今朝已向你归平地。但愿你是归家莫病的娘下，我是该接多情的女为生，都这为我英勇狼狈受欺负，你家此去在想神，非则是我已将老命对后死，欲赴后方葬此生，从今以后心与生。生儿郎，今日相逢乃是菩萨意，我是该高兴不得不移民。今日哀从福寿痛，虽然几根老骨头娘让你好许身，不至于归日阴衣上不落，轻挑白不过于一情，我死于终须要尽的心。真是泪来一股泪来一，都伤人相对都伤人，
心如天日要如山，分。徐慧欣所说的秋海棠受益于弹词前辈王如孙，在前辈的指点下，在数十年的艺术实践中，他由对秋海棠这个角色进行了较全面的刻画和描述。选曲《劝仪》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面对罗香怡的哭诉，徐慧欣的行腔中尽是秋海棠的怜悯和悲愤之情。吴女士，别伤心，你须掉泪。莫要太悲伤更不要痛定思痛，恨无疆。你将我当作知交来倾诉，我把你当作好友来体谅，想这世间多少无奈事，怕只怕你为你聚会起剧张，一日间他的魔障你难倒透，他要你活在笼内，死已在笼中央，随吹风吹雨中央是这希望的泥瓦定位在芬芳，我求你振作精神，擦干你的泪，宋金人不必空白上，讨非妇画中让君若千里，莫忘我吹海荡。劝仪时的秋海棠充满着朝气，
而母女即将相会时的秋海棠，则已若风中残烛。然而这段残烛自有他视死如归的信念。听爸爸这段唱，有爱有恨，有悲有喜，仔细听，这里有一种撞击声，那声音发自于生命和命运的最后撞击。美宝，你往前走啊！孔明的女儿，不必见料峭勾眉，婢女赏花生。美宝啊，失落你的梦中，上爸妈妈家，失落你的亲心事，分我要娘亲。为什么母女相逢你不肯言？美宝啊，你弃掉的我心内愤，你不去不去，真闹杀人，闹杀人与不能护车身，与不能将水深，轻轻退而是房门。美宝啊，为什么要没真人？为什么要到今你？即使没了你弟弟去追经营，是以真是你不肯言。美宝啊，我是你受尽了七百苦，到而今你泪落异乡，不惧我呀两离分。美宝啊，你听我的话详细言，说说句句你是我亲，我的美宝儿啦！安德，你往门是追呢？你觉得这个家，往门是哭在样几步？你再不是绿郎的哭，为没什么戏文，是什么困飘零的娇躯，从此的爱你没跑。
王石旁选取即将是周云瑞先生对沈调乃至马调的深度思索。可惜这位评弹界的音乐家偏偏英年早逝。对于这段作品，徐慧欣认为这是这位前辈艺术家留给后人的一笔耐人寻味的财富。后来者不能只迷恋行腔，应该从多种角度去寻找这位先生当时的艺术取向和艺术价值观。天上水云不定能，一种老来是这白茫茫一片东流水，江边何处来点歌？像你若斗转能消神，心心灯后根温分。我设指望家儿家些东一拉，好上一些下不人随即你清晨一扫，早有事报是对将一鸣听，送子是问灵儿缥缈个语那只想我完美飞落青梅落，大家我不发唱你美的声来吊你红粉青丝的山里神，我女儿化作江中水，谁定为娘到北京去分一问你那负心负你的亲夫，问他为什么抛弃你糟糠还死了你
平。他来落江中，上举头，滚滚波荡，比作了头上。是理解并唱出周云瑞先生的柔美，这需要好多年。等到徐慧欣听到现代中篇《战地之花》中周云瑞先生唱的《磨盘受困》时，他呆了好久好久。为了唱好这段快板，徐慧欣琢磨了好多年。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久，他说他没把它仅仅作为一段唱来看待，他是把它作为一条艺术西径来看待的。这对应用雷正明，一旦磨盘受困，后悔无穷。磨盘底下谁人生？劈开爱人呀，定一定神。我不该一心在烧我狗食，放弃了智慧者，抛弃了同志们，我个人独唱这的人追。到而今自己牺牲又小事，影响组队不该应，为要以我军机大事行。想起高山，谁会生恩？耳边响起他的批评声，深深着句句敬爱护同志于人生。而今日么早为困，甚至情未想放在太过分。是人我胆小怕死难人事，实则是我狂妄自大把是非生，为使他出上军装负其实，真比得上我改个名废就把性命拼。谁与后生父上代报自身，他的妻我当作风一人。英雄们神就是英雄们，我来真领为是一个来真领。其他身在阿下像孩子呀，怕他父把长子无奈待人，叫他乍一些认真是否与外生。他迎军直接担心事，只怕从此呀马外生，丈夫罗们又是细小事，预计的又是本本正规组队，唯恐我来真理。他是悔恨交加，难为是高山，
我的好主人啊，你不必原谅我来真理。嘿，蒋月泉先生谢世，徐慧欣写过一篇题为《拾起一片秋叶》的散文。由此我们知道，徐慧欣尚在票友时就是蒋先生的一位忠实的追随者。入团后，他幸运地得到了蒋月泉先生的亲自点拨，每提往事，他总是说终身难忘。他还说，蒋老师真是一位大家，凡技艺精妙之处和揣摩细微之念，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。有一句话他更是念念不忘，蒋先生曾说过，我教你的是一台织布机，至于布由你自己去织。看来徐慧欣是真心去体会和实践这句名言的学生之一了。一段离恨天明显的让人觉得，徐慧欣想告诉大家的不仅仅是音乐的情和理，他想告诉大家的是这块布是一个晚辈学子自己织的。不能谁愿意生生照聘天下儿女心，想那世界多少一时刻，都是那欣然是一生。我想不是既老始终，也和缘分能与继续生。想我保证为内不是不开为须居士心，我是否去的爱上人对明月清两路的问，想当初日青梅竹马东雨西，隐隐相随是两心情，初识春心更的人，在那花前月下上带心，真是情爱浓。我离情恩亲亲，我白头
轻轻抛却人生，为轻轻多少年，谁一日情网终难解，承受之死四方情，我实指望好姻缘，与情结不是与谁知平地风波声，轻轻是他琵琶，一把心对比，昔日你众人等比作了恨中生，生计得当你妻子是命用，你是人我是生动，楼帐似动，灵为世人我为牺牲，是为死世人我是情绪离我努力，情我是负义伤心风遗恨，故而每到负量也哭成是倒不是挑着烦恼的一哭门，彩如披红，神魔勾人中了山